你好，我係李小姐，我係一名華人健康聯絡員。我喺利物浦基層護理信託嘅社會包容組度工作。你最近可能喺新聞中聽到唔少有關豬流感嘅報導，你可能會擔心應該點樣去保護自己，免受呢種病毒嘅感染。不過你唔使擔心，你會有好多方法得到我哋為你提供嘅相關諮詢同埋忠告。關於手部衛生，要預防豬流感病毒散播，定期徹底洗手係非常重要嘅。當你想噴嚏、咳嗽嘅時候，要先掩住嘴巴同埋鼻哥，並且要避開你身邊嘅人群。打噴嚏同埋咳嗽嘅時候，應該先用紙巾掩住鼻哥同埋嘴，然後盡快將用過嘅紙巾放入垃圾桶度。記住要再洗手，唔方便嘅時候，請使用殺菌乳液劑嚟擦手。請記住呢個口號：捉住豬流感，丟棄豬流感，同埋殺死豬流感。關於豬流感嘅症狀，應該點樣去處理呢？到目前為止，得過豬流感嘅病人大部分有輕微至中等嘅感冒，或者係類似流感嘅症狀。豬流感嘅症狀包括啲乜嘢呢？突然間發燒，體溫超過攝氏38度，同時出現以下其中2種嘅症狀：咳嗽同埋氣喘、頭痛、喉嚨痛、不尋常嘅疲倦、肌肉疼痛、嘔吐、流鼻水、胃口變差、腹瀉。我哋要未雨綢繆，喺未出現呢啲症狀之前呢，就要做好準備紙巾、解熱止痛藥同埋溫度計等等，以防你自己家人、朋友或者鄰居感染呢種病毒時可以應用。如果你認為自己感染咗豬流感呢，咁你要應該點做呢？喺屋企休息，一定要飲多啲水。如果發燒，唔好着太多衫或者冚太多嘅毛氈。你可以服用解熱止痛藥或者止痛退燒藥，以減輕病痛。服用嘅時候，記得遵照包裝上面嘅用藥說明。如果你係孕婦嘅，我哋建議你使用解熱止痛藥。如果你最近申請政治庇護，而且目前住喺英國邊境處嘅初級安置所，你覺得唔舒服嘅時候，請聯繫醫療小組或者支援小組，佢哋就會幫你㗎喇。如果你懷疑自己感染咗豬流感，喺尋求諮詢同埋治療之前呢，首先要了解係咪有其他因素影響你嘅健康狀況，例如你係咪有嚴重嘅潛伏疾病，或者需要服用藥物去治療其他嚴重嘅疾病呢？你係咪懷孕呢？生病嘅人係咪1歲以下嘅嬰兒呢？你嘅病情係咪突然間惡化？喺幾日之後，你嘅病情仍然繼續惡化？如果你具有1個或者多個上述嘅狀況呢，請你直接聯繫你嘅地方醫生。你嘅地方醫生即係你嘅家庭醫生。如果你仲未註冊家庭醫生，應該喺你鄰近地區註冊一位家庭醫生，以便需要嘅時候你能夠獲得醫療照顧。如果你係一名尋求政治庇護者，但係仲未有註冊家庭醫生嘅呢，為你安排住所嘅支援工作者能夠為你提供有關家庭醫生嘅相關資訊。如果註冊家庭醫生嘅時候有困難，你可以到當地嘅基層護理信託轄下嘅病人指導及聯繫服務組尋求幫助同埋資訊。你亦都可以通過以下途徑獲得家庭醫生同埋基層護理信託嘅聯繫資料，例如黃頁電話簿、公共圖書館同埋國民保健服務 NHS 嘅網站 www.nhs.gov.hk
.gov.uk。關於預防注射，比較容易患上豬流感併發症嘅人將會優先獲得預防注射。呢啲群體包括咩人呢？年齡介乎6個月至65歲有潛伏健康問題嘅人士，例如肺、腎、心臟疾病等；孕婦啦，如果你同免疫系統不協調嘅人同住一間屋啦，同埋65歲以上而且要接受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嘅高危人士。如果你屬於以上嘅群體，你會較容易感染豬流感病毒，而且一定比其他群眾更早接受疫苗注射。你嘅家庭醫生會聯繫你，同埋會講俾你知點樣接受呢個預防注射。大家謹記上述非常重要嘅信息，因為我哋正面臨英國境內可能出現嘅第2次豬流感傳播。如果有任何問題，請通過下列網站獲得進一步嘅資訊：www.direct.gov.uk 國民保健服務網站 NHS Choices 會定期為公眾更新資訊。www.nhs.uk 政府衛生署網站 www.dh.gov.uk 健康保護局網站 www.hpa.org.uk。 再次提醒你，註冊一名當地嘅家庭醫生係非常重要嘅。如果註冊家庭醫生係有困難嘅，你可以到當地嘅基層護理信託轄下嘅病人指導及聯繫服務組尋求幫助同埋諮詢。你亦都可以通過以下途徑獲得家庭醫生同埋基層護理信託嘅聯繫諮詢，例如黃頁電話簿、公共圖書館同埋國民保健服務 NHS 嘅網站www.nhs.uk。 如果你係一名尋求政治庇護者，而且仲未有註冊家庭醫生嘅呢，為你安排住所嘅支援工作者能夠為你提供有關家庭醫生嘅相關諮詢。最後，好多謝大家耐心聆聽上述嘅重要信息。